这2工应该是讲这3工，甲汪翁一直冤家，而且拢是为着足奇怪的代志。对啊，就是像讲拜五，就是伊转来，伊就雄雄提早转来。伊转来当然是想讲会使甲我斗阵创啥啊，较轻松啊，去行行的，就算袂当行行的，嘛会当讲一寡心内话，伊就想甲真好。毋过变做讲我拄仔好伫上课，我嘛想讲，若伊转来进前，伊就敲电话来叫我创啥整理倒位。我就想讲那害我无法度做注心伫上课，就迄个时阵就有淡薄仔怨叹。伊转来提早转来，阮当然是雄雄惊一跳，紧甲本底甲先生上课的声音放出来，就紧甲耳机插入去。毋过即摆阮嘛有发现讲你是毋是伫上课？我讲不要紧，就甲伊灌骹网啊，甲伊创啥甲伊服务一下。尾仔伊就想的，就讲你若伫上课，你继续上课无要紧。就是可能伊心内有淡薄仔失望，伊就是转来想讲是我甲伊2个人的时间。煞讲我竟然伫上课，而且对伊来讲，伊就无趣味的台语课安尼，伊就想讲提早转来放工课，安尼无甲伊赶紧做，无安尼紧加班。转来的嘛是遇着讲布伫遐无闲伊的代志安尼，我就安尼开讲嘛舞真久阮煞就讲就放出来听听的，伊嘛有兴趣，伊嘛有趣味就放出来。毋过这先生讲的课，当然就是尾段就是伫咧开讲，就是找一寡议题。即个议题当然是讲较有即种讲要坚持拼音的方式，搁坚持台文，这拢是做少数的这种理念。甲即个社会现处时大部分的人想的是较无相像。阮翁就开始讲伊听甲有意见安怎，伊就甲我讲迄时阵有可能我听甲嘛足无欢喜，想要找一个会当徛我这边的人。我就讲阮翁嘛安尼讲安怎，因为迄个当阵就是大家会当离开教室，就是讲村的人就会当较自由地开讲就是阮翁就无欢喜讲伊毋是即个意思啦，伊是安怎？我就想讲伊遐白目，我就咧听好好，伊就叫我放出来互伊听，互伊听，伊阁爱有意见，阁一定爱随讲，讲伊禁袂牢伊就是要讲安怎？有可能伊想要参与毋过伊参与变做讲伊不爱甲我的理念相像，伊就是坚持伊的。嘛拄仔好，就是讲这几冬就是伊较我中国，虽讲伊嘛无啥介意中共咪就讲中共甲中国无共，伊嘛足爱听去卖一寡中国的唱歌的歌星足爱看因的节目讲因就是做甲足好我就会惊吓，讲连阮翁就替即个中国的节目卖去
我就惊吓，我就讲莫啦，迄中国拢会偷偷啊宣传，叫咱台湾要甲因统一。我安就讲，伊拢知影，伊哪会可能听袂出来？伊真巧，伊听这比我搁较敏感，而且我遐惊，我就是中共因为你愈惊伊，你就会你就中计啊伊就是安尼讲，伊就想讲像伊安尼上好。中国无要紧，好诶物件我着看，看免钱诶，真好啊！这好诶物件为安怎袂当看？伊无迄种啥物去抵制即种观念，无因就是像因为伊对中国就是被排斥，伊就是讲拄好迄共产党互人足无自由，我袂介意。毋过中国袂歹啊！这就是甲我即马较接笑，尤其讲去学台语了后就是会用一种讲台湾做主体，台湾的文化爱家己去建立，莫讲大概拢是把中国的文化历史就袂输无法度活落去，就是保家己独立家己独立的一个文化而且嘛无兴趣，安尼都毋对啊，就变做讲台湾人逐个拢讲我是中国人虽讲我毋是共产党，毋过我是犹原是中国人，就对即个中国的历史足熟悉的中国语佮文言文大家若讲伫玉米菜抑是讲伫电视去做节目有一寡字幕安怎讲拢是中国即个古早的物件这是体制，因为大家拢有读过共款的册国文、中文就变做这是无法度大家拢有读，大家头壳内底代志拢是共款相像，这就可比讲中国人即马头壳内底拢是底啥底共产党，爱对共产党行。革命是上好的代志，若有人反对革命就安怎？这就是因的嘛是共款，就是一套系统。逐个人拢是头壳内拢是教这套，这就袂输台湾人头壳内底拢是中国的历史、语文佮啥物范仲淹岳飞安怎想你头壳内底安怎举一个例？无就是讲，就算做有台湾心的人佮讲我甲你举一个例，安怎讲拢是古早时的中国人伊若想讲对台湾人，伊嘛讲袂出来，讲有啥物伊拢毋知影，因为无一套系统互因知，有可能就是一寡较少数有趣味的抑是讲去读这相关科系的人较知影，就变做是安尼话翻过头讲就是就是甲我就是一直发表伊的想法，毋过伊的想法当然就是出一支喙啦，伊袂管讲，袂管太，就是讲的尔，就像讲伫网络顶头有人讲同性恋爱安怎讲甲喙甲全破伊嘛毋免去做伊就讲我建议尔，这互恁参考毋过佫讲安尼有骹有手讲安尼讲袂煞我讲就是安尼有可能伊是想要参与就是讲我若对这有兴趣伊就发表伊的想法，想讲安尼甲我就有交流毋过我就想讲，这就是甲我刺激我即摆就较无一寡信心，
相信伫咧吹沙台语文的人吼，拢无啥物信心吼，因为你著看大家都无要无紧，就是大家无遐友善吼，就是爱为好的方面去想吼，爱为好的方向去想吼，实在是这可能赛事爱学甲足焦全、足焦全的吼，较有法度。就变做吼，我嘛有替互影响，就是变做悲情的，就想讲拢替互人压迫，吼。毋过你安尼想，一般吼无去学台语的人，伊会想讲你是安怎？你安尼甲我一个安怎讲咧？你甲我误，甲我误来，变怎讲？就是讲，甲我讲甲安尼，无影的代志安尼呢，讲是阮甲你逼的安怎？阮着无安尼，就是这拢讲袂出声啦，就是台有台立场啊。若讲传统的啥物戏剧，伊嘛跳出来讲阮拢甲伊压迫，有可能咱的反应嘛是安尼啊，讲我啥物拢无做，我干若是无去看尔，无兴趣，都无去看，逐工遐无闲，我哪有甲你压迫啦？就是我相信，就是共款的想法，就是这就是会使互人去思考。第一，有一寡领域咱是较主流吼，咱着袂去考虑，像讲咱的公共设施是毋是对即个较有障碍的人吼，较无友善，拢袂去想这讲这里着我嘛毋知这我哪会有法度着变做有一寡领域，就是变做讲咱变做劣势都会想讲哪会替互人欺负安尼。这就变做讲，就是爱互咱家己去换一个角度去思考，拢是需要智慧啦。我想讲这嘛无遐简单，就是有一种心理，就是莫去甲人看人白起像讲我今仔日伫台语房人就是较友善的啦，较袂讲有即种头壳内底缀一寡讲较坚持理念的人我着讲这火星文写台语火星文的人，颠倒想讲恁写这正版的教育部也是白话字去编出来的，伊嘛讲这是火星文，有可能安尼，就变做讲爱用外口的人毋是这壳仔内，壳仔外的人的思考去看，为安怎爱安尼，就是讲阮翁就是安尼，伊佫讲伊是中国人，伊的中国人当然就是伊的血脉、伊的历史伊的文化伊只是讲甲共产党白合若讲今仔共产党无去有可能伊就随便中国人嘛无伫卡，就是伊心内上爱的是中国，毋是台湾。对伊来讲，台湾就是一个大的所在尔，一个地址一个大管系的所在这嘛无法度，因为我进前嘛是安尼有人会去了解讲即个讲一寡地名古早因要安怎讲是讲即个所在有啥物无共款的历史传统文风我嘛是拢感觉足无聊的讲去看电影、看戏剧，毋是搁较好我家己嘛是安尼袂当去怪别人就是讲
我甲阮翁的问题，当然搁尾仔搁冤，就是拄开始啊，感情诚好，搁去讲着一寡伊就拄仔好讲，就是过长工，已经是拜六嘛有伫冤家，啊礼拜嘛伫冤家，就是拢是为着无共款的议题就是讲啥物台大的学生会长伊写互即个菜鸟学生的批纸内底用台文写搁有英文，内底就是无中文当然就是对台语无兴趣的人就算对台语有兴趣，毋是阮即个科仔内底咧教出来的无少影响到的人，拢会想讲你这无聊，你这颠倒是有后骹阮翁当然嘛是共款的想法讲啥物有后骹安怎无尊重失职啦，就是甲伊的工课是爱互菜鸟学生会当讲会当消解一寡代志颠倒讲因看无安怎，我就是听头前，我都无想要听后壁，想讲你安怎讲，就是去甲人惊体，安尼无意思，阮何必伫遮徛伫遮听你讲这个？我知影你会安怎讲阮翁就是做想去讲，你连听拢无爱听就一直甲我阻挡，不爱互我讲。我就讲你讲就会甲我刺激着，因为我即马需要的是一寡赞声，就算讲毋是讲做这科仔内底安怎拢讲共款的话因为拢是互相影响。就算毋是安尼嘛无需要讲一直去骂。阮翁就想讲，这莫名其妙，我是就即个代志就即个台大的学生会会长就无讲你讲你哪会遐玻璃？你的心就若亲像玻璃做的，遐简单就脆糊糊，安尼是我个人的问题。即摆想想的，就是讲安尼冤家是无了时，毋过嘛是阮翁是会当理解伊真可怜就是伊总爱看中国的物件，看规工看到我拢足神的，而且搁叫我看，伊就是讲遐好的物件，这中国的物件遐好，鼓励我看，我当然就是讲嗨啊，安尼。过即个时阵，阮翁就会想讲是我的问题，我替洗脑去就变做伊就是讲伊安尼想着，安尼我想讲甲我体谅一下，我就是无法度，阮翁嘛想讲我爱家己体谅伊，逐工工课遐辛苦，着遐爱看中国的即个物件做爱中国的歌星，这人就真正真好真赞。你哪会用你的即个政治的即种想法就袂输中共比共产党搁较压迫搁不爱互人看安怎？就是这是立场无共款要伊的代志就是无共我嘛毋是讲要阻挡伊看就是讲看规工我会心内会惊吓，心内会烦恼，就是讲，对，就是当然就是理念无共，阮就想讲，敢袂当较正常的，就正常的安尼，大家斗阵看着好看，莫去想，莫去用啥物政治用啥物
想法去想讲，这是中国的，这是安怎的？对伊来讲，伊想讲，就算你喙一直讲爱台湾，你是啥物变啥物独立的即个理念伊嘛袂信任这等到有人一直讲要统一，伊会想讲这有可能是真正爱台湾。因为伊无去食迄套，就是安怎讲，伊袂想讲一直讲以台湾为主体，即种人会保护台湾。伊想讲保的较安尼，有可能这就是讲的尔。到时的也无人讲。安尼想，对就是一个信任甲一个头壳来认同的问题。毋过变做讲，即两个人要斗阵生活。我落讲你早就袂安尼啊！你即摆变安尼，摕洗脑去，互伊足痛苦。我真正嘛是，我著想讲，无你著去看你的，你去看我著去听我的物件，听我的台语，我著不爱甲你干涉。你嘛毋免一直叫我看，搁对你看，你看甲遮好的物件，你爱安怎分享搁爱甲我鼓励我看，毋免因为你爱知影，这中国的物件，我就是会去排斥。你叫我看，对我来讲就是真痛苦的代志。毋过我就讲，这著无合理啊！你哪会用政治的物件？我颠倒爱互你去看遐好的物件，安尼互你改变你的想法，互你莫有即种政治去影响着意识形态去洗脑去，伊颠倒会去坚持，就是大家拢想讲家己的想法是对的，别人的是有问题。安尼变做讲，若讲家己看家己的，都无啥物问题。你看你的，我看我的，咱就不要紧啊，就是互相你就看你爱看。毋过阮搁有一个想法，搁白动安尼，翁仔某安尼会愈来愈远。为什物你不爱讲？你嘛介意看中国的？你甲这物件政治的物件拢家袂记了了。毋过阮若要招阮翁去看台语伊是讲我嘛有兴趣。毋过若是我甲伊招，伊是袂有兴趣。伊会想讲，你甲我强逼你甲我逼，我著上册别人逼。就变做讲，这就若亲像讲，大家定定第一冤家，就是台文是爱用白话字，也是讲用啥物教育部的拼音，也是汉文，也是倒一套。我想是共款的，就是大家会坚持讲，家己这套是上好的一套，你哪会不爱来学？拢会想讲，希望去影响别人。毋过家己是认为家己是对的，这就袂需要我甲阮翁的关系共款。伊嘛认为伊安尼当然上对。想讲我若讲，就是足单纯的，就是足好看。这讲话就是北京的腔口，无要紧啦。这甲共产党无地代啦。这爱看这，毋过分甲凄厉厉厉，知影讲这部是这部即个共产党的政权，阮袂去受到影响。这是阮翁的看法。就变做我知影嘛，足侪人会安尼，所以讲有一寡人。伊讲伊有台湾意识，毋过伊嘛是会去看一寡中国的啥物talk show 微博的，其实嘛会去看，嘛会想讲认捌中文，嘛会安尼。
就是较大度的吼，较贴底吼。即种意思是，做贴底的人较会讲，跋我一看就规身躯起鸡母皮，我就是不爱看，看到即个简体字啊，我就无欢喜，听到北京话吼，讲话迄个北京的腔口吼，我就无爱听，这就变做讲，我就想讲，逐工吼。伫学台语，拢学甲无时间创啥，食饭嘛紧紧。逐工拢嫌时间无够用，阮足紧就转来讲，伊其实拢拼到半暝11点、12点才转来。毋过我犹原感觉时间无够用。阮有讲我的台语有进步，毋过伊会想讲，你学台语伤过头啊！喏，讲拜六、礼拜规工拢伫学，伊伫厝，我嘛伫学，无就伫听耳机，无就伫录音。这就是问题，问题关键吼，这就是问题啦吼，就是讲对我来讲，我就想讲。我着拢时间足宝贵吼，我去学这佫无够，拢我着会有即种惊讲学甲无够，学甲吼讲台语讲甲佫无够，练习无够会晓的台语词佫无够，佫惊家己无直讲，就是有一种。惊吓讲佫无够，毋过对于阮翁来讲，伊是想讲翁仔某吼会使斗阵找兴趣相像，无就是甲房间整理理的吼，去做一寡家庭的活动。伊想讲这时间是无够吼，伊就想讲我哪会逐工头壳内底的物件拢是甲翁仔某无关系的。我是想讲，其实是互我感觉讲，翁仔某之间的代志实在是互我有一寡压力，就变做讲，会敲电话来讲，你去买啥？你去甲啥物代志处理好势，去整理物件。佫有倒一个朋友要来，你爱整理你。翁仔某之间的代志，拢是一寡我想讲。拢找无时间做，而且嘛无互我排第一坎，拢是互我想讲时间无够，紧做要安怎？就是想讲食饱嘛是开足少，做时间嘛毋敢食饭嘛毋敢暗顿嘛毋敢伤食，毋是惊肥，就是。惊时间无够用，有时阵去录音嘛是想讲，我着无遐济时间听，而且若阮翁转来，我佫无方便听，我佫爱偷仔听，就是对我来讲，伊转来，我着足无方便呢。毋过对伊来讲，伊想讲，我会使家己注重无？伊转来我为安怎白讲？以伊为主，拢紧甲啥物学啥物拢家己放下，就是甲伊安尼，好好斗阵。就对我来讲，就是都转来就转来，转来都做者代志开始爱做对啦，就是想讲伊转来，我就开始无用这无用迄。变做台语的物件，就偷录音，无就是放弃。伊要转来紧放弃，去录一寡微博的，就是这种心理变成讲，我转来厝，就感觉伫厝呢无温暖，无烧热。伊想讲伊就
搁转去公司加班较赢。对我来讲，我就想讲，若我转来吼是做认同我诶物件都我知影，就是讲，若今仔日就是伊会去讲一寡我爱听诶话吼，我有啥物委屈，我就是等伊转来，我较通好讲。毋过伊就无兴趣，无趣味我安怎讲就是甲台语有关系。伊就想讲这台语有啥？伊就讲你甲人误会是你诶问题是你安怎？就变做讲伊转来我嘛无即种就找着对象会当讲话需求无我变我满排话就是对即个麦克讲去录音搁囥去网络嘛毋知是有人会听袂听变做颠倒是伫遮讲有一个对象会当讲，虽然我嘛毋知影对象是啥物人，毋过就是会使讲一寡我诶心内话。毋过阮翁转来时阵，即嘛毋知影，就是开始无闲开始甲伊舞这舞迄我嘛会想讲伊可能无满意，讲厝里遐乱七八糟。毋过就变做我嘛想讲时间就无用真无用真无够开就是时间拢无够开，无够了，安尼我哪有可能讲规身拢是伫想讲伊转来足期待，就像讲伫恋爱时阵安尼，可能就袂，而且讲变做讲我心内一寡想法，一寡想要讲的嘛无法度对伊讲，因为伊就是甲我理念无共就变做讲我若甲伊讲这，伊嘛会想讲伊甲我的意见就是无共款毋过伊嘛会想讲为安怎毋是我要甲伊相像，是伊爱配合我就是阮翁有一个较骄的所在，讲伊不爱安尼，伊安尼甲伊先讲足无尊严呢伊爱去讲白贼，爱去甲我抱，为安怎毋是我去配合伊去看伊介意啥物我就紧对伊有兴趣像讲甲伊约的时阵就是可能伫约对方的时阵会去做这项头路毋过即马可能就是较袂安尼，即马拢是较追求家己拢是想起讲家己有话想要讲，有需要安慰，搁想要找对象变做两个人拢是想讲对方来甲家己安慰甲配合家己就变安尼当然就是这就是这社会上侪人拢共款遇到的问题大家拢是做侪需求找无去做需求的人就是安尼即马就是讲我莫去掠讲，莫去创啥，这真正是无简单。像讲进前斗阵看新闻，我翁就讲一定爱看疫情的新闻，爱看到即个政府有啥物政策，伊就是伫反对就会去骂去叫当然我迄当阵是足惊讲即个哪样的人会去讲，会变做讲当初时的韩国瑜共款伊就一个社会一个风气讲啥物就是伊有
带动一种风气，变做伊的即种大家就会称悬啦，伊的名声就安尼称悬。啊，我当然迄当阵是会惊吓，惊讲会讲这故事搁重演一届。啊，当然就是惊讲这若是共产党啊，我都会惊讲是毋是就是共产党伫后面安怎搁安怎伫控制吼。啊，变做嘛，迄个时阵嘛去看病册，嘛会受着即个民进党的道地道孙吼，着即个教友，民进党教友的影响吼，嘛是有，就变做我足简单，互人影响着。当然，我翁嘛是有替影响，伊替中国影响，毋过。就变做伊想讲，啊，本地就中国人，我毋是替中国影响，我就是本地就中国人。啊，恁讲恁毋是中国人，恁就是替洗脑去，安尼哪有法度？啊，当然就是有人会安尼想，哦，啊，嘛无法度讲伊想的毋是正确，因为这就是一种认同的问题，吼。而且嘛是以早教育吼，就是特殊足侪人会安尼。啊，你接触的全拢是中国的物件。啊，你讲你爱替你爱去替中国的文化影响着，这就较艰难吼，无简单。即马吼要做的当然就是爱好好啊，安怎讲咧？即马要做的代志，就是会使互甲翁的相对啊，就变做讲，这就是足现实的问题哦。有当时啊，你想讲，我着对即个白话字啊，对即个台文啊，去。安怎搁安怎？啊，别人嘛是有伊的一个团体吼，啊团体内底共款吼，有较主流的吼，有即个甲即个创办人较晏的人，嘛有一寡因较排斥的人，就变做讲，若我的想法吼，去互影响，去互洗脑，啊，毋过人搁。甲我排斥，吼，人嘛无甲你当做家己人，安尼毋是足戆的，变做讲，你这就若亲像讲中国的粉红仔共款啊，伊就想讲伊是即个党的主人，为即个共产党去大主大义去。到处去看，讲有人对不起共产党无吼？为共产党做侪代志，而且为着共产党去遐伫哭啊，伫遐讲足无公平，足气，哪有人对即个中国对即个党安尼批评？啊，毋过即个共产党有甲即一寡粉红仔当作。家己人无，嘛无吼，所以讲，我想讲，我嘛无需要安尼，就是讲，今仔日就是，替互影响足深诶，足气诶，啊，甲翁就是冤家娘济，啊，毋过即个真正即个台语诶科仔有甲你当作家己人无？有可能伊嘛无呢，所以讲真正是吼，这嘛是会当用伫民进党内底啊。你若讲这民进党袂当家批评啦，安怎？毋过这个民进党嘛是甲你当做一般选民啦，嘛毋是讲，嘛是，就是为着选票尔吼。有可能就是大家安尼去牺牲去安尼，有可能
嘛无讲，就有可能代志的结果，毋是家己想的讲，我做遐济，我就是内底做重要的，我的意见上要紧，有可能会失望去。所以讲，就是爱有一个站站，就是厝呢也是爱顾。就讲一个咧上准，就是我嘛对王浩宇啊，我嘛对伊足挺呢。有捐过钱，阁有逐工拢去甲伊饲赞，阁看伊的文章，甲伊文章分享。只不过有人足找伊的，就是我的找朋友，就是安尼，阁甲我解除朋友呢。因为就是无介意看到我每届拢会分享王浩宇的物件。毋过王浩宇有可能伊根本无甲我当做一回事，到今嘛无甲我加入朋友。所以这意思就是讲，毋免停甲安尼拢，互伊为伊想为安怎，对伊来讲，伊嘛有搁较要伊的对象。这就是讲会当去做，会当做偌济而且毋免去计较，真正。毋过毋免讲伤袂去啊，袂甲安尼，结果会惊讲家己会失望，就亲像讲我即摆看到即个老龄的囡仔逐个爸母、阿公阿嬷拢是对因讲华语，我就会心惊惊，会烦恼。这就是互家己加痛苦的、加烦恼的，就袂输讲足惊讲台湾跳共产党食去，所以看到中国的物件，看人足爱看中国的。分享的物件拢简体字，拢是中国的腔口，阁讲看甲欢喜甲，拢想讲这好看就好啊。这中国的哪有要紧？中国真好啊！这时阵我若伫遐烦恼甲，这毋是互家己加艰苦，而且嘛无人讲会去看到你的。就是无看到你的艰苦啦，就颠倒想讲你的问题，你跳洗脑去，你想过头烦恼，你甲别人当作足空的空安敢是？变做讲，我爱调整家己为安怎咧？就是别人今仔日讲伊是中国人，做爱中国共产党。甲中国是分较离，我会使安怎？连我拢无法度去改变伊的想法，我阁有啥物法度去改变？去甲其他人影响别人的想法？像讲路人看到讲，即个阿爸母对囡仔讲华语，逐个拢是讲华语，我嘛无熟悉即个阿爸母。爸仔母我嘛对啊，我嘛无法度，我著心内伫遐烦恼尔，嘛无法度去改变、去影响，我甲人嘛无熟悉。就算是有熟悉的阿母，我嘛毋敢讲伤讲。你伤讲，人讲你坐，就是会有一种压力这颠倒会排斥我就是有机会就讲，讲一解就好。就是讲，即个有时阵是加烦恼，安尼烦恼甲，结果是互家己的生活家己无快乐，有可能阁破病因为拢定定足严定定安尼烦恼即个为。忧国忧民安尼家己身躯健康歹去，
嘛无人会去甲你拍抱仔，颠倒讲阮嘛，你安尼阁伤无，阁会批评啊，讲你安尼，着甲阮的理念袂合，阁无法度入去即个箍仔内。伫迄箍仔外，阁受着影响，定定去甲一般大众，就是无即种意识的人，就是甲因伫遐生气，伫遐讲因怎安尼，拢无意识，拢安怎打压，拢安怎无爱台语，就是。对啊，就是家己加痛苦，而且甲翁之间的关系，就是不时地冤家，着为着啥物？这新闻内底的代志，即个中国报中国的代志，这做好笑，别人拢是为着讲大娘姑、大家官，即个财产，即个厝囡仔，这娘某找倒一个娘某，拢是为着即种现实的代志。无亲像我拢是为着中国、台湾、台湾，啥物拼音安尼大冤安尼冤家，就是我就是爱改变家己，为安怎？因为我无法度去改变别人，我嘛无法度去甲伊影响，伊就是足坚持的人。当然着换我爱改变，安尼较有法度。就是进前着会一直想讲翁你爱安怎，搁安怎，你爱安怎做？毋过其实伊嘛是较会去讲一寡我无爱听的话，对伊来讲就是讲爱互我醒起来啊，因为伊想讲你这就是走火入魔，这就是互人洗脑。咱着中国人、中国文化，你学台语我无反对，毋过你毋免讲甲讲啥物台湾主体，伊是认为讲这拢假的，中国主体较是历史较是真的。这就变做讲，我无法度改变伊的想法，我爱互我家己搁较坚强，就知影讲，有的人就是安尼想，我就算我去斗去甲即个共一个箍仔内，一寡啥物台独的台语文的，去斗讲我安怎，这嘛无效啊，就是讲家己爽，讲家己足气的，讲对啦，你无意识啦，还袂阁实名的思想还袂有资格，安尼讲的嘛无效啊。家己的翁嘛袂讲，我安尼伫骹接听甲伊骂，伊就会去改变。会当改变的颠倒是家己去改变家己，就是有时阵嘛毋免遐尼坚持，就是会使想讲其实别人嘛无甲你当作家己人，安尼你坚持甲其实就是去学物件就好啊。就是有啥物活动就是去有啥物会当学演的钱会当出来毋过毋免甲家己的即个心去奉献，就是讲我看因的活动拢无人知，足替因烦恼的。我甲因斗宣传，毋免你哪会知影？人伫背后是甲你封锁，甲你写入去黑名单，对啊。其实安尼毋是足戆的。就若亲像以早我对阮顶师、旧顶师安尼，
讲我安尼替伊想，想讲会使做加做，就算放假悠闲地做公司的代志。群组就无几分钟就去哪看，看讲有啥物代志，我会当第一个跳出来。安尼会使。对啊，迄个时阵，毋知影，就是无理解即个社会运作，无人要你安尼，互人压力足大诶。即就若亲像讲，一个安尼，互人想讲你是要逼我讲台语是无？互人有即个压力，安尼共款啊！你拼命去为着公司，为着顶司讲去加做，去加互家己保用，你哪会知影顶司伫想啥？伊是足气嫌的。所以讲，这就是要互我打动啊！就是讲，毋免安尼过头。有可能我个性就是，较简单好洗脑，就会去拼，去做头牌，去想讲即个信用是好诶，我就加做。加在我无去信宗教，无我即摆会当理解一寡人为着要反对同志结婚，同性诶伴侣结婚，去遐拼，去遐哭甲安尼，去遐叫，去遐反对甲气甲，因嘛是为着因即个团体，宗教诶团体。伊嘛毋知影即个宗教诶团体是毋是为着要去舞政治、去捌政治，只是家当做一个会当跳过、会当搭诶，会当互伊贴悬诶，一个工具，有可能是安尼。所以讲，阮爱调整就是家己，我会当控制的对象就是家己尔。别人要安怎做，我嘛无法度去甲人求啊，讲我真正对台语做有心的啊，会使互我安尼甲你，互恁当做家己人，就是我无法度甲人影响。而且人嘛毋是讲真正甲我排斥啦，就是讲，就是有可能我有一寡想法较负面，就会想讲别人对我无够好，别人就是私底下就是对我安尼印象无好安怎？这嘛是我一个问题，就是会去想甲遐歹。其实有可能人嘛无安尼啊，人嘛想讲这白目，毋过搁做认真诶。毋过莫找伊来斗做代志，这白合。这嘛是好代志。像讲这旧顶司，若讲我加先安尼做甲无互伊对我印象拍歹，伊即摆嘛会找我去因公司。安尼去嘛保底较好。毋过若替人找，当然就尾溜就翘起来啊，就会想要去啊，哪会歹势讲有人甲家己欣赏，搁提示安尼可能就会转去啊。去是好是歹，其实搁做恶讲。对啦，我是有一寡负面啊，一寡想讲别人拢安尼甲我想甲足歹，我其实嘛无，就是我硬定讲诶，我无法度讲去想甲足正面，拢是为好诶想。有时阵别人是一误会，无就是讲足友善诶，是我甲伊想去歹诶所在。这嘛是我爱调整的所在，就是有时阵我会想讲足无公平，我嘛是嘛毋是啥物歹人，哪有需要安尼？毋过这就是人性，就像讲我熟悉一个吹沙保伊的阿母，伊嘛做
做巧，做啥拢做做顶真诶，做较诚好势。毋过就变可能有一寡科仔来，伊就讲哦，即种人爱排斥，可能就是有压力，阁有惊讲，伊伤坚持，甲大家想法无共，大家可能散，就是讲有可能毋是遐无好诶歹意，毋是，毋过就是我会做干，就是会较有讲会去想歹，想甲拢是较无好诶念头。我即摆就是安尼，可能是想讲有一寡委屈诶感觉，就特殊变做互我诶想法拢是一寡较委屈啊，去抱怨啊，去甲别人想甲做恶诶，有可能拢是甲人误会，嘛有可能，毋过就是总讲一句就是莫遐卖莫去甲人这箍仔内底这理念当做家己诶信用，无需要安尼做，真正就变做讲家己过袂好势，别人嘛袂讲安尼就足欢喜诶，讲哇，这个人有可能大家毋是安尼想啊，大家想讲我嘛无嘛毋免安尼，有可能，这就是人诶想法，其实毋是，就是这个社会就是足复杂，人诶心理变化是复杂诶。这就亲像讲，你愈去追求你追求诶物件会离你愈远。有诶人就啥物拢无求，颠倒这就走来啊，就若亲像讲，我有伫一寡所在，我无去追求，无讲大家甲我看中啊，大家找我来讲故事啊，无呢，拢无去追求，就是一个无私诶心，就真正甲人斗推搡，结果颠倒别人来找我。毋过今仔日我著信用一个团体，一种拼音，我著有求啊，讲会使找我去啊，我会当斗3工啊，我会使有一个足烧脑诶箍仔，大家拢当是家己人，因为我伤过头袂，就需要讲即个有家己人诶即个团体，甲你当做家己人。毋过尾仔你愈求，这物件离你愈远，真正是安尼。有一天我讲莫找我实在是时间无够开，要做我想要做诶代志。有可能人就来拜托啊，讲哎呀，你来家里安怎来斗3工？真正是安尼。这就是人性，人对家己来诶家己足热心诶足家暴诶，会惊。颠倒对迄就是嘛毋知影，可能大家会去有家己诶一个，对啊，就是莫去求啦。我想讲，就是莫去求，莫去追求，莫去想讲我想要安怎。拢互伊做自然。你看，若去求，就是有一寡会伤心伤害，即摆就会伫遐不平，就伫遐呢去。若讲今仔日本地就讲这无啥我嘛无的确是爱去甲恁这派的信道啊。我想讲其他的嘛袂歹啊，安怎？就是较自由，而且拢去行看看。每一个群组拢去行看看，莫有去讲爱去为什物人去惊因
无够严惊因无够就是去为因想伤济，就变做这颠倒就是别人嘛无啥物摕着，毋是因想要爱的，家己阁会受伤。对啦，就是我定定就是有即种会受伤的心情，就是因为我有去追求，有去讲怎会使安尼？我希望定定讲希望囡仔伫台湾囡仔拢开始讲台语，拢要伊台语，无就是讲即个倒一个偏音的即个团体内底，有讲有甲我看中，有去追求有一个想要爱的就是有即种物件较会着伤。当然我嘛想讲，想要爱讲，大家听我讲台语拢会当，毋是甲我学落，就是甲我当做会使应话应台语话，就甲我诚做一个台语人，而且就是互我讲台语，拢变做一件足自然的代志，就无讲这人有长过，搁长甲30、40冬，就是希望讲，去弥补，就是诚做一个自细汉就开始讲台语、无长过的台语人，有追求，有想要爱安怎想要爱，即个物件就会变做一种痛苦的来源。因为你想要爱，毋过保底卡就会互家己满足，当然就会开始有一寡风险，就是会失落、失望，有望，就是有可能会流目屎，就是安尼。若像讲阮翁就是无要无紧，对台语当然甲伊来讲就是无要无紧的代志，伊就无可能为着台语来流目屎。就是伊看足开，有人讲无人讲，拢无差，毋过阮翁可能对我今仔是毋是对伊较看重有家己当做上要紧的人，有可能这对伊来讲就有差，伊就会受伤，会失望，对啦，就是的确是安尼，百明白就是我就是甲家己的心思放伫一寡较抽象的物件，较抽象的物，一个精神，一个理念，毋过阮翁有可能就是想要替看着，替照顾，对啊，伊想要爱的物件是安尼，伊就会失望。我就知影讲，若讲我对台语讲今仔日安怎我安尼听台语外口的世界嘛是讲因的，甲家己的壳仔内底的想法是，当然是无交集我会失望，会着伤，别人安怎批评，家己嘛会愈听愈伤心。这就是我拢会安尼。若阮翁就是对即个感情的代志嘛安尼，我就会当体会。对啊，就是安尼，就是定定想讲家己变甲看足开的情绪嘛是管理甲诚好，结果冤家甲冤家就开始掠狂，无就是
翁去讲一寡吼，甲我意见袂合诶物件吼，就是而且是颠倒反诶物件，因为我就是较就是意识，就是甲伊基本诶意识无共。啊，毋过伊当然嘛讲伊是爱台湾，反共，伊嘛是啦，就是毋过，着讲话即个方向拢无共。吼，安尼变做，我会当理解，就是若讲伤坚持，安尼听着别人的意见吼，就会就是听甲足艰苦的。所以讲，就是会当较有信心，莫拢想讲别人拢是对家己有意见，啊无别人讲反对啥物代志，伊反对的即个方向是甲我无共的，我就想讲伊就是甲我袂合，而且是对我这个人就无友善，拢无讲一寡甲我会对同的话题，这嘛是较无好啦，就是应该爱讲看会开啦，就讲当然家己先莫遐坚持。这个理念有可能是某一个箍仔内底的理念，我爱跳出来，而且嘛爱跳出来，而且因为人嘛无共，家己当做共一个箍仔内底，所以跳出来是真简单，就亲像真顶时伊若讲甲我当做讲会当利用一个工区，安尼颠倒惨啊，变做讲我加无闲呢，安尼阁变做替伊去，安怎讲去，受伊影响啊，绑甲足亲的，结果背后拢颠倒无法度跳出去，会跳控制。就是爱学的物件真正真济，掠准家己拢学会晓啊，学了啊，结果讲哪会阁退步啦？哪会讲甲翁冤家甲掠讲，阁比顶一摆阁较憾，一摆比一摆阁较憾。对，就是安尼。